起因。失踪的3人中有2人可都是你的徒弟，是不是你指使的？哼，万门主，你这话问了多少遍了？老夫早已告诉过你，老夫的爱孙乌丑已遭不测。若不是这天罡罩遮住了老夫的神识感应，小孙身死的刹那间，老夫就应该能够探知的，也不会让那2个小子趁机携宝潜逃了。说起来，老夫倒是觉得蛮兄最为可疑。为什么偏偏在蛮兄将我们都引出的这段时间内，老夫爱孙惨死，徐天鼎也被人取走，还有你那个来历不明的后辈，他到底是何人？看似年纪轻轻，可行事藏头露尾，说话阴阳怪气，城府之深远胜常人。如今咱们人财两空，蛮兄，你可要给在场诸位一个交代。笑！蛮某可没有义务向你们交代。你们要是不追蛮某，哪里会发生这种事情？你反复强调乌丑已死，可是也不见尸体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说不定他也是同谋。哼，正满心欢喜的躲起来数宝贝呢。依我看，能抢了徐天鼎，分了宝物，比起当你孙子，还要天天提心吊胆，什么时候被抓去炼尸，可是强多了。蛮胡子，